美国最高法院今仔开庭审理美国总统川普针对全球扣关税合法性咱国内机械甲工具机的业者受到美国关税甲代表企业影响是真大。业者希望讲，咱台湾扣的关税会当甲其他竞争的国家扣平济。新台票上好是会当维持伫32块到33块，咱的产业才有法度继续发展。 美国的对点关税敢会法庭，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礼拜三就要开庭审理美国总统川普全球关税的合法性。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有期讲，现行关税嘛是会防判继续执行，就算讲防驳回，政府嘛会转向其他的关税收款法规。对美国对点关税的冲击，和工具机传出做事hiệu相比起来，机械业是对后半年佫开始活过来。 今年我们的一些数据还不错，除了工具机以外，表示这个景气是有在复苏了哈。当然我们最期待的就是说一切要赶快稳定。政府应该是争取跟我们竞争的国家这个相同的关税的税率这个基础底下。 那在汇率的部分呢，我们也希望跟竞争的国家能够同声同别，最好能够回到32到33的这个空间。机械工业农业工会理事长曾大力表示讲，那未来新台票的汇率是升达的走势，希望是会当慢慢起嚟，因为那汇率是大起大落，业者是会未负阴影。根据中经院青山公布，台湾10月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50.3，结束连续4个月缩案登来到扩张。中经院院长林天明表示讲，厂商对未来半年是保守态度，近期都要斟酌观察。 如果就工具机这个产业来讲，大概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子，因为它已经不好一段时间了，而且它的不好不是只有关税的影响，它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学者认为讲，不管美国的对点关税敢会继续存在，对台湾影响上大的嘛是232产业关税，半导体业的第一个受影响。不过因为这关税拢还未确定，目前对台湾明年景气的预测恐惊嘛是会偏向较悲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